你着专心倚靠耶和华，毋通倚靠你家己的牛。伫你一切所行的事，拢着认伊。伊要指点你的路，毋通家己看做忌讳，着敬畏耶和华，离开歹事。晓这大家去，来吟诗，心是298首，心是298首。乌鲁称呼至大上帝，乌鲁称呼至大上帝。吟全首，请。请兄弟仰望起来，咱来用使徒圣经来加做咱对恩主的信仰告白。使徒圣经，请。愿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愿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年来受苦。圣十字架，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再请坐。咱今日要读的黑英文是伫个29篇，也就是诗篇199篇。我来客请兄弟来引。行为毋通记住。第声。听叹上主的教示。第声。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顺捷？上主啊，我要专心寻求你。我将你的话放伫心内。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的心悲伤到要碎去。求你，互我无行虚假道路。求你，互我无意爱虚假。
伫患难中我得到安慰，我受管教对我有利益。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下就解说着发光。你的公义小到永远。接下来后头，咱做来祈祷。咱伫天的父，咱感谢你，感谢主的祝福，让咱一切拢顺利平安。也感谢主，咱一切事工事奉拢顺利，照主的旨意来行。主啊，即摆疫情还未结束，也还未拢有啥物明显的改善，也求主会当继续的祝福带领，保守咱的平安。有已经确诊的兄弟，也是身体欠歹的兄弟，也求主祝福医治保守。咱教会后礼拜爱心圆游会，以及9月25号的野外礼拜，也求主祝福带领，会当顺利的进行，也照主意来行。咱的祈祷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也是赞。赞美，咱今仔日请辅助团体来献诗，献诗的诗歌是你扶持我，你扶持我，咱请辅助团体。
感谢妇女团体带来遮美好的歌声，讲述上帝的话。今日要读的圣经章是圣经的希伯来书第4章12节到第30节。希伯来书第4章12到13节，请。讲好的，比一切下面的上较烈，伊那较力那是搁头较热，往无伫日发挥，心内遮的念头，甲主意也无监察，搁所创造的伫伊的面前无一项合力。就是万物难归而主，伫心化咱即个面目前。以上，接下来是讲道的时间。今日是请林牧师来为咱讲道。讲道的题目是“上帝话入骨于无形”。上帝话入骨于无形，咱请林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请容阮我将这个口罩摕来讲道哈，因为讲感觉袂习惯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即几礼拜咱的新眼光的读经本所研读的即卷的圣经，就是希伯来人书。希伯来人书。这个希伯来人书这个出名的这个神学家史高特博士，伊捌安尼讲，伊讲对真济方面来看，这本的希伯来人书拢是圣经中的一个谜，因为经过差不多2000多年以来。真济神学家不断伫遮来研究，来伫遮研讨，总是《希伯来人书》这本册，伊的作者是甚物人？甚物人是受批的人呢？以及这本册伫什物所在所写的？迄个时间地点，2000年来，真济神学家的研究，到今也阁是一个谜。一个谜，无法度确定。所以咧，伫遮希伯来人书，什么人是希伯来人书的作者咧？伫咧遮有研讨真侪人，使徒保罗啦，也是巴拿巴，也是阿波罗、西拉、阿基拉，甚至即个路加即个医生拢互人提出来讨论佮讨论，毋过。拢总无明确的证据会当来证明什么人是真正的作者。所以伫第2世纪的时阵，阁有一个真伟大的神学家，就是奥利根。伊就讲只有上帝才知影希伯来人书的作者是什么人。大家拢毋知，只有上帝知。也毋过虽然是安尼咱无法度确定。伊个是甚物人写一本希伯来人书？毋过有一件代志会当来确定的，就是写即卷希伯来人书的人，即个作者必定是深深受到圣神的感动，才有法度将即个旧约甲新约的即个启示，两个安尼甲连贯做伙，哇，安尼一条线。足完美的一条线，甲伊串联起来。这个希伯来人书，伊的作者作者毋知影什么人这个受批的人，受批的人，什么人是受批的人？是毋是住伫耶路撒冷的这基督徒咧？这圣经学者嘛真坦白讲，毋知，伊嘛毋知，找无明确的证据。也毋过，咱若是对即个批信内底
所得讲的遮的议题，真侪学者，大部分学者安尼相信讲，西北来认识的受批的人啊，吼，因吼是非常的熟悉即个犹太教的即个摩西律法，吼，以及即个圣殿内底祭司加即个利未人献祭的礼仪。因真熟悉即个旧约的圣经的历史，以色列人的历史，因拢真熟悉。所以咧，大部分的想法认为说，应该是对即个犹太教来归信主耶稣的犹太人的基督徒，犹太人的基督徒。安尼写作的时间到底是当时咧，因为即个批信内底真侪所在有讲到圣殿祭司甲遮个利未人献祭即个制度，所以学者安尼推算、推算，迄个时期，迄个时期圣殿还阁存在，所以迄个时期圣殿存在，即个祭司伫圣殿内底咧献祭遮个礼仪也拢总存在。并且迄个时，犹太的即个基督徒，毋那是犹太，就是基督徒，为着即个信仰遭受迫害，所以用安尼才会学者伫遮来推算，来安尼讲，因咧讲即个写作的时间，有可能是伫咧主后64年，64年就是即个罗马有一个皇帝叫做尼禄。大家知影一本册叫做《暴君焚城录》，伫遮咧讲到即个罗马皇帝尼禄，当时对基督徒有真大的即个迫害，以及即个主后差不多69年，就是差不多64到69年之间。为什么讲69年之间呢？因为伫咧主后第70年。70年迄个时罗马的即个提多将军，带领军队围攻耶路撒冷，伫咧主后70年的时阵，将迄个耶路撒冷城甲伊攻破入去，然后一把火安怎将即个耶路撒冷的圣殿甲伊烧掉。咱知影迄个传说，因为即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当时讲是用金粉糊伫咧迄个壁，所以当火甲伊烧起的时阵，金安尼扬起，因为迄个石头的即个角内底，哇！遮个罗马兵丁看着黄金就较紧的甲迄个石头一块一块甲伊搬去甲伊刷掉，要来摕迄个黄金。总是因后来留一面墙叫做西墙，就是咱即马拢咧讲的苦墙。2000多年来，真侪犹太人当去到耶路撒冷的时，踮遐咧哭，哇咧哭上帝你是安怎，互你的圣城，互你的圣殿变做安尼苦墙，踮遐祈祷，踮遐啼哭，敢若剩一面苦墙。所以主后70年的时阵，即个献祭圣殿无去献祭礼仪完全拢 stop， 拢总停止。所以圣经学者来推测，这本册写作时间可能是64年到70年这个期间。兄弟姊妹，这个希伯来对这个希伯来这个意思就是讲过河的人。过河的人，希伯来人就是过河的人，因为犹太人因的祖先亚伯拉罕，当年伊回应上帝的呼召，带领伊的全家离开伊的故乡巴比伦，然后过这个河伯拉大河，伯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就是过这个幼发拉底河。伊离开迄个所在是专门咧拜偶像的巴比伦，伊家己伫遐分别罪行，听从上帝呼召，进入到迦南地。
搁来咱看以色列人因安怎离开即个埃及，伫遮伫摩西的带领下面离开埃及，来渡过啥红海，会记哩红海脱离即个法老，那亲像魔鬼一样的掌控，进入到上帝所为来应允互因的老年甲密的即个迦南地，所以既然是回应上帝呼召的即个基督徒，拢要因为来信靠耶稣，脱离迄个撒旦黑暗的关系，要来进入上帝光明的国度。所以安尼讲，广阔的即个意义来讲，咱拢是属灵的希伯来人，咱拢是属灵的希伯来人，因为咱嘛是拢受呼召离开即个世间，羡慕一个更较水的故乡，就是上帝为着咱所伫遮来准备迄个永生的国度。所以安尼来讲，希伯来人书伊嘛是等于写互安怎所有的基督徒拢是受惠的人。亲爱兄弟姊妹，当时啊，伫迄个时代，归信耶稣的犹太人的基督徒，其实因的心内底也阁真迷恋伫个过去的遮个传统，就是迄个所在有耶路撒冷迄个真伟大足水的即个圣殿，以及伫个犹太教内底有各种真完备祭司献祭的礼仪，遮个制度。就敢若亲像咱现代有的基督徒看到迄个大港妈祖咧出巡的时阵，感觉讲哇，即个妈祖是毋是嘛真灵验？哪有遐尼侪热情的遮个信众安尼来军队，搁踮遐弄迄个桥骹咧？所以同款，咱伫遮来想，当时你若是信犹太教，你有罗马的律法伫遮来保护。犹太教是罗马的政府内底合法的宗教。总是你若是信基督教，迄基督教就是无合法，无伫个法律保护内底。若无法律保护佫会受到真大的即个困迫，人就去甲你检举，去甲你报所以迄个是真济信耶稣的，因为惊吓即个受到困迫，来放弃即个信仰的人是不知济，是不知济希伯来人书伊伫遮写作的即个目的，咱要来看写作的目的写作的目的就是要互遮的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来看去。咱伫世间的生活，即个地面上的日子虽然水虽然好，总是安怎低贱的。即个属地的只是属天的一个影，真正真实的是将来伫个上帝的国度，迄个永远荣耀美好的即个国度。所以希伯来人书的作者伫个遮引带因来看去，有一个更较水、更较悬、更较水、更较好属天的圣殿，甲献祭是互咱通欣赏的。即个互咱通来欣赏的，就是上帝的囝耶稣基督。伊已经伫个十字架顶面，伫遮献祭，一届献祭就完成。伊赢过罪甲死亡的关系，伊所带出来救恩，带出这个新约，用耶稣的血所立的这个新约，带出来的救恩，迄个丰盛美好，远远超过旧约圣经内底所应允的。因为新约是上帝的囝耶稣基督亲身用家己的身躯，耶稣用伊的身体伫个十字架献成做证明，
用宝血来完成救恩的约，比旧约所有的献祭更较水，更较得到上帝欢喜。所以希伯来人书的作者，伫遮伫这本册内底，用真济一例伫遮来说明，说明讲啥？说明讲这个新约毋是突然间爆出来，对石头安尼蹦出来，毋是，是起造伫个旧约的基础的顶面，并且青出于蓝，更较水，更较好，更较丰盛，更较完全，更较受天，更较属天，更较荣耀无比。所以咧，写这个希伯来人书这本册最主要目的，就是爱遮的伫个苦难中受苦的遮的信徒来看去，恁已经得到啊！哦，你们已经得到了，完成式已经得到，迄个救恩是真正丰盛无比，荣耀的稳定。你爱安安甲伊掠条的，毋通安尼我个放互伊去，毋通随波逐流，毋通放互伊去。所以毋通来受到这个犹太教嘛会来迷惑，还是啥物拢会甲迷惑。世间真济物来遮来迷惑，倒退路啊！转去到属地面遮的形式主义，来讲毋通安尼。恁已经得到的，你爱安安了条，若无你将来一定会后悔。是。所以今仔日兄弟姊妹。咱今仔日所读的这段圣经，希伯来人书第4章，有一个真重要的主题。其实对第3章开始，就咧讲到这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安息。安息，兄弟姊妹，伫个第3章、第4章，安息这句话一直咧出现，表示这是真重要的。伫个旧约的时代啊，以色列人认为约书亚带领因进入这个迦南地，伫遐过安稳的日子，享受老年甲蜜的这个祝福。总是希伯来人书的作者伫遮来指出，会当互人真正得到安息的，毋是约书亚，是啥物人？是真做咱的平安的主耶稣。兄弟姊妹，伫现今的时代，安息这2字真简单，很简单的字，不过却是真侪人梦寐以求的幸福。人人拢在求平安，现在的真大的普遍的问题，就是心内无平安，无有安息，定定咧困袂去。当时爱去食安眠药，所以真侪每一天，咱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拢有侪侪压力甲困扰。咱普遍来讲，疫情到今仔日，这个新冠肺炎到即马已经得要2年啊啦。咱的确诊人数逐天咧报，阁超过2万几个人。这个苏联甲乌克兰的战争。嘛已经进行要半年外，到即马还阁无停止的这个影，阁有啥物质一直咧起，一直咧起，心态描煞哪来哪报？这是毋是拢互人真大的担忧，还是迄个感觉真紧张咧？若是对个人来讲，工作的压力，咱即马少年人工作的压力嘛非常的大。以前阮父因上班，8点去8点外出门，倒来到厝8点9点，趁偌济，趁2万6千几。阮父因走喺倒，即马去当兵啊，即马去做兵啊，即马倒来了后，佮开始爱烦恼，伊爱佮去找一个，也是讲佮转去伊的原来的公司，是毋是共款？一工安尼工作拢遐尼久长的时间。所以兄弟姊妹，工作的压力、身体的状况，有当时咱的身躯拄着无爽快，哎哟，咱的顺风长老即阵
确诊听讲甲怎啊，然后还搁咧诚无爽快啊吼！哎哟，拢嘛会紧张咧。你确诊你会紧张袂？会啊，牧师确诊嘛紧张啊，眯喺厝拢毋敢出去，吼是无？吼啊，所以咧，真济代志，吼也是讲遮疼遐疼，糖尿病，吼我顶摆咧讲着糖尿病诶吼。啊，医生讲你爱食药啊，咱嘛是真紧张对无？所以咧真大的压力，所以超找真正的平安，是真侪人心中最大的渴望。兄弟姊妹，咱的心若是无有安息，要怎样有平安呢？规个大环境随时敢若拢咧变动，那么突然间地动起来，你嘛是毋知影，对无？哇，下一刻要发生什么代志，咱拢毋知。求上帝帮助咱，当咱的心超凡安静袂落来的时阵，咱爱来到伫即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求怜悯，求帮助，因为伫伊的内底才有真正的平安。兄弟姊妹，上帝真疼咱。其实早伫个即个世间创造以来，创造了的时，上帝就为了咱人类备办一个好的即个祝福。当伊即个创造的时间完成的时，就是甲人斗阵进入安息。安息是上帝的祝福，咱要得到即个上帝的祝福，最重要的就是咱爱伫日常的生活中间。咱爱分别出一段的时间，互咱甲人甲上帝伫遐起造关系。逐工爱讲几句话，一块爱祈祷嘛好，起造关系，才有法度活出上帝所要互咱的祝福。所以想要恢复心灵的平静甲安稳。咱想要来进入上帝所命定的这个福气，首先就是爱恢复甲上帝关系。兄弟姊妹，咱知影平安看起来真简单，总是你我靠家己你找无，想看卖，咱这世人，咱已经我靠家己，无用试查，不断咧追求，我想要爱啥，要是爱啥，荣华富贵，还是飞黄腾达，还是赚大钱，真侪人，少年人因的梦想就是讲财务自由。什么叫财务自由？45岁就用退休啊！我甲阵啊，还阁未退休，阮囝就想要退休啊，你知无？想要较紧来退休。总是兄弟姊妹，如果咱的心内底若无平安，就算讲咱拥有亲像帝王同款的关系，嘛拢是空虚的空虚。俗语讲，平安就是啥？平安就是福，是无？总是这个世间，你要去倒位找到真正平安呢？平安是对上帝来，所以咱要爱有真正平安，你就爱去认捌上帝，认捌主耶稣，咱的心灵有一个倚靠，才有真正平安。所以今仔日，伫个希伯来人书第4章11节，伊安尼来提醒咱讲啥？讲咱爱安怎竭力是认真努力呢，进入迄个安息。免得有人学迄个无顺坦的人，伫遮来跋倒。所以即个无安息的人，你一世人无用一世人，拢是空的，无用一世人，拢是空的。为着别人咧做嫁妆啊，所以讲要怎样竭力进入来当进入迄个安息，对认捌圣经上帝话开始上帝话会互咱的心灵得到真正安息。为什么讲上帝话会互咱的灵得到安息？兄弟姊妹，创世纪第2章的第7节，
记载讲，上帝咧创造咱人的时，伫人的鼻孔安怎分一口气，会记哩无？吼，所以人有上帝迄口气，诚做有灵的活人。人的灵是对上帝来，嘛只有上帝的灵会当来安打咱即个内底纷纷扰扰不安的心灵。因为咱的灵是对上帝来，只有上帝灵才有法度甲咱安打咱的灵。所以兄弟姊妹，咱毋免上天落地，世界去找找上帝伫倒位，上帝灵伫倒位，上帝灵伫你的内底，你内底有灵，会当甲上帝来沟通。上帝灵搁伫咧倒，伫咧圣经内底。圣经内面，上帝所讲出的每一句话当中，拢有上帝话灵伫即个内底。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圣经，希伯来人书第4章12节安尼讲，上帝的道是活法，是有功能的，比一切即个来的剑搁较紧，甚至魂甲灵骨节甲骨髓，拢会当来个破开刺入，连心中的意念拢会当辨明。咱知影上帝话，上帝道就是上帝的话。兄弟姊妹，天地万物的创造，拢是出自上帝口中的话。伊讲有就有，事就安尼成。所以主耶稣嘛伫个约翰福音第6章63节安尼讲啥？讲叫人活的是啥？是灵。叫人活的是灵，肉体是无利益。我甲恁讲的话就是灵，就是活命。所以记载是圣经内底，上帝话就是灵，是大有困难。这个话就是这个灵。爱进入人的内底，来伫遮来转换做灵粮，才有法度激励出生命的这个困难。所以咱咧读圣经袂当干那读这个表面的字句，咱定定有一句话讲小和尚在念经，安那有口无心，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如果咱咧读圣经的时阵，嘛是安尼有口无心，敢若读即个表面的文字，安尼你圣经读10几届嘛无路用，因为安怎无真正进入到你的心灵，甲你的灵结合做伙，迄就是死的，无帮助。这就哪亲像啥？咱讲食饭，爱安怎细嚼慢咽，爱慢慢步，慢慢加，慢慢步。为什么呢？咱的食物，爱甲你的喙烂结合做伙。你的喙烂，食物爱甲你的喙烂结合做伙会产生一种叫做消化酶，这个消化酶才有法度甲你会食的食物，甲伊消化，伫个胃肠内底消化，然后成做营养分，互你吸收，互你得到快乐。所以你食的营养是要做伙呢，真侪人的身躯的病痛的问题，是因为无营养，就是你的血无够，无法度拍甲你的头壳顶内底去。无法度，互你的血管拢得到滋润，迄就是因为咱食物，你有食物毋过你所食物无成做你的营养，有诶就放出去啦，对无？有诶就放出去，有诶伫咧内底变做闭结，哇，迄就真麻烦所以咱讲食物爱细嚼慢咽，就是甲你的食物甲迄个喙烂共款。咱今仔日读圣经，咱爱将上帝话，甲上帝话，咱讲上帝话就是灵，
上帝话就是灵，这个灵爱甲咱内底迄个灵，咱内底的灵，甲伊加做伙融化在一起，才有法度产生快乐。啊，若无吼，若无你读圣经，你读无效，敢若你食物啊，你食了无路用，吼，因为你迄个物啊无正做你的营养，你的胃肠袂吸收，无效。所以上帝话爱甲咱内底迄个灵吸收入去，融合做伙，甲会转化成做灵粮。咱妖恶的灵，吼，咱妖恶灵，你得到这个灵羊的这个氧气，得到把助，内底这个灵才有法度刚强壮大，你的生命才有法度重新来得到快乐。兄弟姊妹，咱人生这条路真歹行，对无？吼，拢有每一个阶段，拢有伊的艰难，所以生命是艰难的。面对人生每一个无同款的阶段，拢有无同款的压力甲挑战，咱需要刚强壮大的灵，你才有迄个信心，有迄个勇气，通来面对，并且来赢过。今仔日咱的诗班，就是咱妇女诗班所献的诗。你扶持我，安怎讲？讲当我心灵绊倒，心情真郁卒的时阵，迄个时，咱是毋是逐时拢会有拄着即种的？时不时咱的心就感觉真郁卒沉淡，艰难领教的时，心头重担无比。迄个时，就爱安怎？点爱安静，伫个啥？听候，直到主耶稣来。所以咱伫迄个时，坐伫身边，才讲主扶持我，你扶持我，互我会当徛伫关山顶啊！你扶持我，互我会当搬过大风大雨。你扶持我，我会当坚强，是因为啥？咱徛伫主的顶到头。你扶持我，超过我所求所想。兄弟姊妹，伫每一天的无用的中间，咱内底这个灵，常常会感觉真野生、真冷静、真无快乐。一拄着困难，一拄着压力，身躯一个无爽快，哇！咱的心头就足平淡的。上帝要怎样来扶持咱呢？就是通过伊大有快乐的能力，迄个话来激励咱的心灵。所以希伯来人书的作者讲，上帝话是活泼，是有大权，有功效。活泼就是有生命，是活的，毋是死的。有功效就是有咧运作啦，有咧行啦，有能力会当来成就。兄弟姊妹，咱这个世代纷纷了了，伫这个纷纷了了的时代，外面的环境真乱。若咪安尼，咱无法度掌握。环境真乱，咱的心袂当乱，咱就爱安怎？安静点来到伫主的面前，才有迄个快乐，通来处理、来面对你外面环境的乱。所以，希伯以赛亚书30章15节，甲咱讲。主耶和华以色列圣者安尼讲：恁得救在地归回安息，得到快乐在地平静安稳。咱兄弟姊妹应该有这种的经验，就是你的身躯明明就足忝的呀，总是你倒落去，困袂去。头壳内底哪敢若有一个走马灯共款，那么闪来闪去，射来射去，那想东想西，哇！这就是肉体要休困，毋过你的魂也搁咧用家己的意志咧做工作，要安尼想东想西，当然哪困哪忝，规工拢无精神。兄弟姊妹，伫咧这段圣经内底，甲咱讲灵甲魂，
灵甲魂，咱内面的魂就是咱家己的想法。你的念头，你的想要安怎，想要安怎，规工拢咧想东想西。啊，你的灵要安怎得到休困？灵要得到安息，你的魂就爱放手，莫阁家己想遐尼济，甲你所烦恼的代志完全交托上帝来甲咱处理。总是咱人阁想要掌握到一寡啥物呢？你敢若掠条的，较伫咧你的手内底较有安全感。安尼，你爱掠条的，就是上帝伫圣经内底，互咱会应允上帝的话。所以，迄个上帝的话，为什么爱咱每一天？牧师为什么爱写即个经文啊？即个每圣经的金句的导读，一天一块，一天一块。你有时间加读几届，你无时间至少读一两届，互咱的心灵内底有上帝话浸入伫咱内底。你的灵爱充电啦，亲像你的手机啊爱充电。你的手机啊若无充电，你哪物就拢无去啊！咱逐工拢会甲手机啊充电啦，啊，你是安怎无爱互你的灵充电？拢互你的灵淡仔咧摇撒撒。安尼当然你就无困难。兄弟姊妹，咱搁来看这段圣经，伊而且讲上帝都是活法，是有功效，比一切上面的剑搁较紧，甚至这个魂甲灵、骨头甲骨髓，拢会当破开。所以而且讲比一切上面的剑搁较紧。就表示真内有破开的能力，会当将咱的魂甲灵甲伊破开分别出来。兄弟姊妹，咱上帝创造咱这个人是足奇妙的。你知影咱的人是有这个灵、有魂，佮有肉体，三位一体。咱有灵、有魂、有肉体，总是咱定定灵甲魂傻分不清，傻分不清，两个到底什么是灵，什么是魂，搞不清楚。这个魂就是咱家己的想法、意志、家己的自我。所有的属伫你的念头，拢是魂。所以魂的存在就是我爱安尼，我爱安尼，我爱安尼，我爱安怎，我爱安怎，还是我无爱安怎，我无想要安怎。这拢是我的想法，我的意见。人会活得真辛苦，真侪时是咱家己的自我伤过强，一定要安尼。若无安尼，无顺我的意，我就受伤啊，我就生气啊。我足够张的，你无顺我的意啊，你着爱听我的，是毋是安尼？安尼咱着活得足辛苦。咱常常将即个魂来甲伊放伫咧第一位，却无去听你内底心灵内底的声音。其实咱灵内底需要，才是咱生命真正的需要。咱若甲即个魂的感觉活动，掠做讲就是我的即个灵啊，真侪问题就会产生。所以伫遮牧师讲灵甲魂啊，你要安怎来区别啦？一个是想要，一个是需要。想要你有当时想要足济，想要爱足济，总是其实无一定是你需要的，所以咱爱用上帝话帮助咱来分辨，什么是灵真正的需要，生命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什么是你的魂想要我要爱地，要爱这，我要爱10间厝。我要爱几啊亿，你敢有法度去享受遐个？你的灵的需要，甲你的魂的想要，爱用上帝话甲分别出来。所以兄弟姊妹，骨髓是深深藏伫咧即个骨头的内底。你若无拍开骨头，你就无法度看到骨髓。骨髓安怎藏伫咧骨头内底？这个灵同款藏伫咧这魂的内底。
咱若是要分开，就爱用上帝话来帮助咱，来甲伊破开，才会当清楚知影什么是魂会想要爱，以及灵真正需要是什么。所以兄弟姊妹，咱定定弄袂清楚，家己内底真正的心思意念到底是什么？有当时啊想安尼想安尼，毋过你讲出来却是安尼，无共款。所以有人遐讲，想的甲讲的无共款，想的甲讲的无共款。只有上帝才有法度帮助咱分别迄个稳重伫个魂甲灵内底真正的心思意念。所以兄弟姊妹，我师搁讲一届，因为这方面毋知有个人较搞混，所以魂的部分包括你的感情、你的理智、你的意志等等属伫你，咱的心思意念，咱借着上帝话，才这破开，破开咱的魂，帮助咱分别，什么是出伫魂的想要，想要有真济毋是灵的需要，所以人的困扰常常是安怎？你的魂伤过火药，伤过火药，为了家己准备使，亲像迄个好业的即个有钱人我搁要甲家己起偌济仓库来创偌济的即个收的物。上帝甲伊讲讲戆人今仔日我要处你的灵魂，你遐老的准备遐尼济是要准备互啥人？是无？所以咱爱互咱的灵得到休困，明白生命真正的价值甲意义，才有法度进入真正的安息。兄弟姊妹，内底灵你爱有上帝的话甲你讲照，你才有法度知影，才有度进入安息。所以希伯来人书4章13节，伫遮讲所做的无一项伫伊的面前无显明。原来万物所有的物，伫咱的主的面前拢是赤裸裸的、敞开的。常常咱讲咱的自我足强的，也是讲咱的想法真济，咱就会看无家己内底的盲点。你毋知影你家己真正需要，有当时咱有意识到，毋过无法度，也是毋愿意去面对。所以真济人就安怎，逐工戴迄个面具，对无？真亲像演员拢咧表演别人，画袂出家己，就是即个面具，一工戴这个，伫咧你的面前比即个，伫你的面前比即个，足辛苦的，有够忝啦，是无？因为咱拢咧表演别人，其实迄是虚假。所以兄弟姊妹，演别人真辛苦，你拢爱去想伊咧创啥，伊咧创啥，你安尼足辛苦的。真实的家己无需要演，真济时咱会感觉真辛苦，就是看袂到真实的家己，内在你真正的需要。你想要活出别人所期待的，安尼你当然真忝。总是上帝伫即句圣经节甲咱讲，你无需要为难家己，毋免互家己过遐尼辛苦，因为上帝知影你真正的需要啦。无一项会当伫伊的面前稳重，圣神、上帝灵就伫咱的灵内底，咱只要对咱的上帝负责任就好认真做家己该做的，剩的上帝会替你拍算，你毋免操烦遐尼济。嘛毋免去排遐尼重的重担啦，无你逐工拢无笑容，因为伤过重兄弟姊妹，你也搁咧劳苦背重担，也搁咧得袂着安息吗？主耶稣讲啥？既然劳苦背重担会当来到伫我遮，我要互恁得着安息。伊讲我的心柔软谦卑，所以兄弟姊妹。想看卖，咱的主耶稣伫咧即个世间，足无用的呢。伊常常无用，甲连食饭的时间拢无。总是伊并无因为
真无闲来，哇，就操烦不安，吼，也是踮遐乱发脾气，哦，咱若是足无闲的，是足熬骂东骂西吼。我咧讲我啦，毋是讲你啦，阮囝拢足辛苦的，因为我若是无闲，我就拢家骂，所以就乱发脾气。哎呀，主耶稣毋是安尼，咱的主耶稣虽然足无闲的，总是伊安怎柔和谦卑，因为伊常常地亲近上帝，所以伊每一天，每一天，伊拢对上帝遐亲近上帝，对上帝遐定心来得到快乐，就免哪亲像即个营造。咱伫咧地面就惊若看地面的物啊，你爱悲观，才有法度看到你的问题到底伫什么所在。所以，哪亲像营造悲观的时阵，咱就有法度搬过生命的艰难，凭着迄个属天的信心甲力量，穿过即个狂风暴雨，求上帝帮助咱，求上帝帮助咱，用伊的话来光照咱，互咱心即个照光心内底黑暗，将咱迄个困去的灵，搁一解唤醒。咱爱甲咱的主耶稣斗阵，飞伫个空旷的天地之间。求主帮助咱，用伊的话来激励咱，咱只是三甲同心来祈祷。是阮听从阮的主，阮的上帝，阮满心感谢你的恩典。愿知，愿常常用真济家己的快乐，要为家己做济代志。总是主啊，愿常常足野善的，愿算软者软弱无快乐。求主用你的话，搁一解来提醒阮，搁一解来唤醒阮，互阮甲主你三同行。阮要甲行伫主的内底，安歇伫你的内面，要得到真正的平安。求主甲阮三甲伫地，快乐伫地天伫阮的心中。满心感谢，祈祷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回应上帝的话，咱来吟诗，新信诗153首，旧信诗190首，请兄弟起立。新信诗153首，旧信诗190首。我听耶稣的声讲明，我听耶稣的声讲明。请。
兄弟请坐，咱来奉献，咱请这位技术带咱来奉献。请晓这起立，咱来演第四集。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不管是工作、读书机会与家庭，完全都是你的恩典所赐。主啊，我们现在奉上一点金钱，求你悦纳，也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金钱都应用在教会上所有的事工上得以兴旺。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来，请坐。咱顶礼拜父亲节，有赠送礼物。顶礼拜无领到的，父亲老爸请起立，咱来补花。来，志成长老来帮咱。来，无领到的父亲，请唔免客气，来，咱明天改迄个，第二堂的时候再发，来，无领到的父亲，咱顶礼拜嘛有分圣经的填充，若是有写圣经无迄落无领到的，嘛来迄落起立好无？什么人还袂摕到？顺行着了，那个誓言燕玲敢有摕到？燕玲，来，你好，迄个，伫遮无，是这，嘿，好，圣经填充，大家拢有无？燕玲，毋是迄个燕玲，伫遐，举手，在百祥后面。他先生燕玲，伫楼顶是无？文艺看南面较个迄个。好，来，咱即时请幼稚人士来报名。咱报告进前先来读今仔日的根据是希伯来书第4章第2节，咱来读一解。请，因为上帝都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生命的剑较利。凡那分甲神、国甲甲骨髓，我无切力看开，心内遮的念头甲主意也甲啥？以上。希伯来书第4章第2节，以上。我来报告，邀请全体兄弟一起来参与咱迄个礼拜前的祈祷。咱礼拜进前也请大家兄弟专心来敬拜上帝，请莫阁使用你的手机若是讲你是要查咱的圣经站就无要紧
礼拜后有第二堂的华务礼拜，请何塞同工留下继续何塞。本会总务司受中会差派，前往府前教会何塞，请代祷。礼拜后辅助团契伫4楼有聚会，主理是林志成长老，欢迎家门会当拥有参加。1点伫6楼召开平安园游会讨论事项，请想邀请的兄弟伫参加。伫同一个时间，伫3楼就是遮有迄直播的训练，欢迎拥有参加。本会伫8月20日，伫下晡2点伫和平公园举办社区的平安爱心园游会，有各种的迄个摊位，而且为着迄个家福中心来募款，向兄弟拥有认购园游券，园游券每一张是100块，请向咱的阿嬷姐来登记。来交费，啊，个是9月25号，咱有举办邀约礼拜，因为这2点拢是咱的迄个社青，来去筹办，来去主办，咱请咱的迄个筹办委员会的总干事，来向大家来说明的进度。各位兄弟平安，好，还是回到国语。好，那个我要园游会的先，怡君园游会的先。我要工商服务一下哦。大家还记得下礼拜6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约会吗？是什么呢？可以大声一点吗？好开心！那很开心，就是这么多人回应我，就代表我在当天一定会看到大家。因为我觉得这几天其实都慢慢的就是会有温度会有下降，就是气温有下降。我相信那一天上帝一定会给我们一个非常棒的，对，非常棒的一个天气，让大家就是弟兄姐妹都会非常乐意到当中。我们要有信心，因为这是主为我们预备的一场活动。那我简单还是就是简介一下我们目前的进度哈，一样是2点到5点，我们会在和平公园。那一样就是当天的进收，所有都会我们奉献给我们的家福基金会。那家福的人也都会到现场与我们一同参与。好，那一个一样哦，我就是工商一下。我们现在其实在吃喝的摊位上面都有吉亚冰，还有法式西点，有卤味，有古早味蛋糕，还有小朋友最爱的弹珠汽水跟手摇饮。所以其实当天都非常的丰富，一定是可以吃可以喝。好。那再来就是游戏的部分，我们会有设置闯关游戏，所以其实是可以非常拉拢，就是亲子之间，那甚至可以让他们在这场活动认识我们这个厚朴教会，这也是我们在这样子一个爱心园游会一个很当中非常大的一个预备，因为已经是透由我们在做主办，当然就是希望他们就是我们附近的邻居都能够更认识我们、亲近我们。所以当天其实是有非常多的闯关游戏，有简单的，也有难的。所以我相信，其实小朋友只要靠近那边，都一定会被这样的一个摊位吸引。好，那再来就是我们有丰富的奖品。这个奖品我们当天会放在和平公园那一个农会亭。那因为那个凉亭其实很大，所以其实可以放下，就是像你们印象中去夜市的那一种，就是整排的礼物都会在那边，所以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一个目光，所以我相信它一定可以让我们带动非常多的人亲近到这边来。好，那福音解签因为这个福音解签，其实我们当天会设置在我们的园游券购买摊的隔壁，所以它一定相对会带来人潮。那我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有空闲的弟兄姐妹，可以到这个摊位来帮忙，就是让很多需要的人靠近这边之后，可以透由我们的一个福音，给他一些话语，然后帮他做代祷。这也是我们希望透由这样的方式更能接近，让他们更能接近我们的上帝。
那目前的进度在前几周，其实小朋友们都帮我们画了很多在摊位上的一个名字，所以都是我们手工制作的哦。所以其实我们是摆上非常多的一个用心还有爱心在当中，所以我们可以再往下一页看哦，小朋友非常热络。那当然，其实因为就像柚子刚刚说，这是社青主办，所以我们在每一周都有再去确认细节。相对，其实在很多礼物的采买，还有什么吃吃喝喝的东西，我们都已经陆续采买进来，就是期待下礼拜我们可以直接非常丰盛圆满的去做到那一天活动的进行。好，那目前其实就是像刚刚有报告到的，我们目前其实认购的非常的火热。然后 DM 也已经出来了，都在后面。其实如果真的要，因为认购了，还是希望就是邻居、亲朋好友可以到现场来游玩。所以如果真的需要这样的一个纸本 DM， 都可以在后台我们后面的门口那边去做领取。那因为认购是一回事，可以邀请到更多的人亲自到现场，才是我们非常想要看到的。那一样，我们就8月20礼拜六几点呢？开心，谢谢大家。好，那我还是会站在这里，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我们的野外礼拜。那野外礼拜，我们目前是在9月25，会是在水田教会跟水田教会一起做一个联合礼拜。然后我们预计就是整个上午会到新竹尖石这边水田部落来与他们一起联谊，一起做礼拜。目前我们是9月25 7点15分会在教会集合，7点半准时出发。我们目前会是3台的中巴会拉上山。好，那当然也很鼓励自行开车前往。那一样就是一车满4人。当天我们会在那边做主日崇拜之后，我们会在部落做，就是直接在教会那边做一个自助式的午餐。好，再就是接着我们会做到他们的 DIY 手作。好，结束我们在预计是3点会离开我们的水田教会返回板桥。好，这是他整个教会外面的一个算是他们的场地非常大，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可以鼓励自行开车？因为其实停车是都没有问题的。那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好像为什么要改成中巴？但其实它的路程都非常的安全，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因为当路段是没有办法大巴上去，可是中巴都是可以安全上去，因为他们那边的公车也都是中巴在做运作。好，那这就是它水田教会的背后，也就是从停车场看过来之后，就可以进到他们的就是教会的部分。好，这是他在外面一个很大的一个广场，所以我们当天的自助餐点就会在这个广场做举办。好，他们的主日堂非常的精美，但是它其实是很舒服凉爽的因为它其实是整个风吹过来都非常的惬意。好，那自助是3点，当然就是我们会要求到当天取餐，我们一定是戴口罩。那因为它在外面的那个场地是非常大，它旁边都有长椅可以坐，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取完自助餐的餐点之后，我们就可以到旁边找位置去坐。好，那这边是当地的牧师有跟我沟通说，他想要加码，就是储救捣米的一个体验，让大家能够吃吃麻糬啊，吃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之一。好。然后 DIY 手作的部分就会来到芦苇去编蚱蜢，对。那这边的话，其实因为他们就是很多长老都会一起做协助，来教我们做一些小手作。好，
那当地他们其实有一个老师，他们的老师非常擅长做这样一个原民风的钥匙圈，它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因为他好像是那个才艺老师，好像有去比赛过，所以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手艺。在当天我们是所谓的加码，就是因为它需要制作时间，也蛮精细的，所以其实有需要的人这一个部分是加码的。等等，我们会讲到就是报名费的部分。好，我们当天就是这个是我们所有经费的预估。那我们预计就是会有中餐的花费，还有就是中巴这比较大项目的一个花费，跟大家报告。好，那整个我们报名费的话，就是每位是250，3岁以下每位是100元。如果想要报名手做原封的钥匙圈，要加购100元。所以我们在报名表这次的设定上面是可以勾选的，除了勾选你是不是自行开车之外，也要勾选您是不是需要报名手做那个原民风的钥匙圈。那一个在加购的部分就是100块。那如果自行开车，就是每车要满4人，就是会补贴500元。好，那在9月11号之前，都可以向阿曼姐还有怡君姐做报名跟缴费。那我这边报告到这边这样子，谢谢。9月25号。感谢新义这里详细的报告吼，咱继续以下的迄个报告。8月21号吼是总会所定教会与社会关怀主日，教小部有派林信哲牧师前来分享，这为教社的事工关心甲带导。下晡2点伫6楼召开中执会，请中执甲团契会长莅参加。若有提案话吼，请伫咧19号进前吼交互咱的书记李宪伟指示来登记。吼，中会妇女事工8月20号上午10点伫邦桥教会南区联谊感恩礼拜，欢迎向丽娟会长来报名。台北中会定于9月3号，也就是拜6号9点半到4点半，伫曼高教会举办台北中会21世纪教会发展研讨会。9月4号伫下晡1点半到4点半，分为5区吼来举办这种研讨会吼。啊，本会是伫咧土城教会吼，邀请大家有邀请讲这位迄个讲师来做分享。来去针对迄个21世纪教会来做迄个讨论，哦，也请大家会当拥有参加，费用是每一个人100块，这个部分是由教会来去拿这个钱吼，请中级同工会他伫参加，啊有代志的话吼，咱来向迄个林牧师来请假，吼，报名是到8月31号为止。周报内底吼有8月19号至25号的新眼光。金门迄个京剧的督导吼导读，欢迎听这会当使用。另外，圣经前诵是希伯来书第4章到第8章。以上报告。好，那咱来迄个庆祝咱的寿星，8月10号的雅慧姐，甲8月18号的阮慧姐，咱请起立，来唱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谢谢家姐。好，现在咱请林牧师来带咱为着有需要兄弟来带导。来，请咱起立，来为着咱所需要逐项来到主施恩宝座前来带导。是阮听堂阮的主，阮的上帝，满心感谢你的恩典。每一届阮来到伫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愿知阮是蒙阮的儿女，是主你所疼的。主你欢喜祝福伫阮众人的心上，阮满心感谢。但愿只是为着阮的教会伫咧推动的即个
这个RPG 诶，祈祷小组家庭的祭团。求主伫遮来祝福，兴起阮每一个家庭，互家庭充满有主的疼，有主的稳定伫这当中。主啊，阮也为着阮的中一当工服侍者，每一个人的家庭，阮的兄弟姊妹的家庭，求主施落恩，甲阮三甲伫地。保守每一个家庭出入平安，入也平安。保守阮兄弟姊妹伫咧工作顶面，拢会当轻通顺利，伫财务无有任何的困难。互因的囝儿时势逐个拢认真注意伫因的课业，伫因的工作的中间，自是稳定伫因的心上，互因会当伫信仰安安轻调伫主，会当伫无用的中间来到主的面前，祈求稳定。甲怜悯，主我满心感谢。阮也为着即个出国兄弟姊妹洪怡伫咧即个英国，洛文、一凡、子婷依山伫咧澳洲，彩云、国强、伟丽伫咧美国，至于仲奇文腾甲易金因伫咧即个中国。即个梦如四人兄因伫梦如伫法国，四人兄因全家伫咧南非。主啊，阮拢求你才来看顾。个巴长老的囝婿卢宏义兄弟嘛要伫咧16号去到中国，拢求主来带领因头前的道路，互因出入拢总有平安。主，阮也为着阮兄弟姊妹身躯软者软弱病痛的翠兰姐清风兄也是秀丽姐。数据者也是美玲即次的老爸洪科老兄弟，也是阮的阮慧姐。主啊，拢求你才来施稳定，甲因三甲伫地。阮也为着遮的伫咧无得到即个确诊的兄弟姊妹，求主帮赞，互阮的后遗症拢会当减到上界轻的。主啊，阮也为着当兵的有福音甲施恩来帮赞因，带领因，互因军中生活拢真好势，得到长官伫遮来帮赞因的同才伫遮来辅助。主，阮满心感谢。阮也为着即个黄仁信长老伊的遗作三体大道，求主的安慰的手拢伫因的身上。主啊，阮教会伫咧8月20就即个拜六要来教会即个平安。求主帮赞，互阮教会就因为主你是阮的平安，所以阮也要将即个平安带来到伫即个社区。求主帮赞阮济兄弟姊妹来到伫迄个和平公园，举起祈祷的手，为着阮即个社区伫遮三体祈祷，求主你的稳定伫即个即个社区的当中，互即个即个世俗人伫咧规划因的心会惊吓，因为有主的疼，甲因三甲伫地，因就得到平安咯。主啊，满心感谢，阮为着迄天的天气迄天的出入的平安，拢求主大降落稳定，甲阮三甲伫地，互阮有好的天气，毋通伤热嘛毋通落雨绝对袂使落雨。主啊，求你甲阮三甲伫地。帮赞，互迄天天气真正凉爽，互阮全家大细细拢总来到迄个所在伫遮来参加伫遮来为迄个社区伫遮来祈祷。满心感谢主的稳定，一切荣光归阿爸父上帝，祈祷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林某说有来接到。
就伫主的内底找到真正的平安。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甲恁整大家三甲地底，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晓得请坐，无倒避讳，请晓得等于实践上帝的话语。